再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今日发布咱国内上新的景气调查，强调讲即马外销的订单表现了是真好哦，佮加上内需的需要嘛真旺，还是讲咱国内经济佮伫复苏的阶段。因建业的部分哦，因为政府要来调查新青安贷款的违规，佮有银行哦要来减少贷款资金的影响，即马市场对未来房地产的景气是较保守。展望台湾下半年经济景气动向进入，消费大规甲财富效应提悬，推动终端消费力头增加，加上外销 AI 伺服器出口表现真强，但经济专家预期下半年国内经济依然是伫复苏。外销是靠 AI 伺服器、半导体的推动，让我们的外销表现比去年要好。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内需，虽然我们最近也提醒了大家，金融市场居高思维，但是整个的我们的内需、零售、观光、餐饮，我们的观光指的是我们出去的班班爆满。甲国内经济复苏比起来，原本交易真热的房市，却是降温的趋势。受政府严查新青安违规，加银行减杠铃影响，拢互市场对未来房市景气加做谨慎态度。台经济公布7月营业气候测验点，总结连3个月加权，真正是昨仔股市冰冲下势，暗过真济证券业者依然看好股市未来半年的经济。热闹台股早盘要起将近280点，稳占2万点。宽宏台积电盘中起的幅度较小，来到950块。另外，伫国际经济走势，美国联准会无排除9月降利息。预估今年9月降息的时候，当然还是一码的空间比较大，但是他认为到年底之前大概还有4码。我觉得简单来讲，就今年大概会降4码。但经济专家提醒，国内团产出口依然受中国生产上过济，甲机票变大只影响充满挑战。旅游服务业是受来台湾旅游人数表现不好的影响，相关政策要全面检讨，才恢复以前的情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